请剪彩，来到掌声鼓励祝贺。地民政局长蒋林煌、地政局长陈淑美、安南区长魏文贵等第五面台留的精彩加启蒙仪式，全新的海南里活动中心正式呈现伫乡亲眼前，嘛共同分享入厝的喜气。外口遐活动哦，拢来遮办无要紧，也是迄种诶吼办桌有诶无，我拢欢迎啊吼，感谢这众兄弟哦来遮斗欢喜啊，感谢谢谢。有2层楼准备接300平活动中心，不止空旷舒适，嘛已经有卡拉 OK 提供乡亲娱乐。民政局长嘛提起麦鼓歌唱欢喜出旁，甲大家同乐。该工程受台市实施平均地权基金补助办理，总经费6890万。更难得是，嘛是台市第一座同时符合9项列建筑指标的选择级活动中心。让我们海南里这边有一个可以足供我们在地居民，无论是休闲也好，无论是才艺也好，无论是健康促进也好，甚至我们的关怀据点、社会福利也好，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。那海南里活动中心呢，我们新建2层楼，土地面积超过300平。那另外新建的经费达6800多万。可以说是台南市第一座钻石级的绿建筑，相当的不容易。为伫海南公园的活动中心，除了成为历来指标性的建筑，嘛是日后民众多功能服务的上好资源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